有港人近日發文指，早前幫襯中環 IFC 一間主打高檔炸物嘅日式餐廳，當時點揀一份約500蚊嘅豬扒2人前，點完之後唔到10分鐘，食物已經上台。當時事主對上菜速度感驚訝，前菜、主菜、飯湯都全部上晒台。但係當事主準備用餐並夾起一塊炸豬扒嘅時候，特被店員衝過嚟叫停，指該套餐並非屬於事主，隨即開始收翻晒所有嘢。然而呢，當時已將個食物夾起，老公碗湯差唔多放到埋口，但店員未有回應，二人亦只好任佢哋收走。事主後尾發現睇店員攞咗個餐入廚房，但係唔到1分鐘之後，一模一樣嘅2人前就重新出嚟，並睇到將餐送到隔離台。樓主認為雖然睇唔到廚房入邊做咗咩，但認定夾過嘅豬扒已去咗另一位客人嗰度。既然食物已俾咗我哋，不如將下一份俾隔離台啦，何必將我掂過再俾人哋？事件引起唔少網民嘅討論，有人表示同情隔離台嗰個客人好慘。不過有網民質疑事主未有親眼目擊店員嘅處理方式，指控或者未能成立。你都係睇到佢拎入廚房，都冇事實，咪係老屈。你睇唔到又點解咁肯定？而事主則表示：我睇唔到啊，唔通佢收翻個餐倒咗佢都唔俾我食先，要用多10分鐘再煮過咩？